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日嘅福喜女呢個節目。今本日嘅學生發時間，原來大家咧講乜嘅咧？你又咧講保姆。保姆，頭擺咧，你咪講係戀愛，咁個解戀愛係要真係要黐戀嘅哦嗬。你下嚟當人嗬，肯定強成人啊，自家去上班嗬，冇喺度圖成人。佢做底本冇喺人圖嘅係當好嘅，梗係講做底本冇喺人圖咧，因為冇喺人用嘅犀利，可能大家是想講來請保姆。保姆，嗬，所以底下使到來分享見嘅，裏邊佢係乜嘢咧？哦，佢當專業個，哦，佢是係安尼中華容媽媽保姆公益協進會嘅執行長劉杰啊，分享劉太子。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劉杰，係今日各位關係處的愛教會同大家講法，係你劉杰，嗬，反而係劉杰嘅客家話劉杰，唔過大家會輕易劉杰。了解，希望你跟你的這個名字有諧音嘅原因哈。佢說哇，今年請翻譯了解。安尼，大家你唔好喊埋講劉阿姨啊，永遠保持年輕。安用稱號，唔過感覺係太字號咧。啊，對，係啊，太字係你就保姆協進會嘅執行長哦，請多年咧嗬。好多年嚟哦，我88年就投入保姆嘅工作。係其實嗬，你講保姆，其實客家話係講溫度就保姆嘛，嗬，大家有講到嘛。以前嘅人係戀愛嘅，唔過嘅當時我們先生講戀愛係真嘅要錢嘅，不過一下嘅保姆唔係，佢係請專業嘅一種條路。嗬，故作嗬，基本有機會同大家來分享。唔過講實在話嗬，一下嘅人嗬，因為唔係喺上班，貼無閒嘢用嘅，冇時間好吐生人嘅嗬，因為一大部分都係雙薪家庭。哦，兩個人都賺錢嘅，好，不過其實有青島人都聽說去找保姆係冇，你嗰邊有青島安用嘅錢，因為我哋工作啊，就政府拜託我哋，嗬，就本錢不我哋啦，就像一啲青島同事咩，嗬，就有做保姆嘅人啊，我哋就對輔導。哦，去碌卡看下環境啊，看都市人嘅情形安尼啦，所以講初家人哋嘅社會就專門就輔導保姆嘅單位啊，因為一般來講嗬，你講請嘅保姆嗬，保姆嘅時間太低哦，一部分嘅人青島嘅人講，我唔放心嘅，係真嘅唔放心，你想看啊，嗰是我愛安息有冇嘅？掌上明珠嘅保庇呢，青島係安樣人講起本一個唔認識嘅人來吐生人嘅，青島人會唔放心。佢就佢會講阿公啊、阿婆啊、爸爸媽媽，自家嘅爸爸媽媽做得來吐生人嘅。佢說其實係講做得來自家吐，竟然係用嚟看安樣嘅情形。睇到唔講唔放心哦。真實在，因為差咩時間啦嗬，嗰度家中講下會事啊，啲報紙啊，因看咩講生意啊，保姆做生意用嘅啊，有時啲人用嘅嘛嗬，家中就會講，就尤其啊嗬，家個保姆碌卡門關起來嘅，係啊，關咧你看唔到，所以有家中唔舒適嘅時間。真是會講啦，所以我常常講啊，父母啊，真是都要注意就講啊，唔用去請嗰種保姆啦，係啊，像我哋有啲上班有嘛，有新竹啊，有啲生意咧都8點鐘4點嘅生意咧有嘛，係窮人嚟啊，係做啊嗬，嗰時間報紙就講咩，講話哎呀，就那個保姆用嘅嗬，但係我用喺觀點嚟看啦嗬，還是感覺到父母啊係負責任啦。因為嗰個嘢負責任唔對，你講佢上班唔對，咩個忝咩，所以按不到了咩，所以啲生意咧就搬嘅保姆台咩，嗬，按佢背帶24點鐘，按你保姆按不到，因為全都冇了嘅，冇了，真辛苦。錯啊，係嗬，按唔做嘅保姆用咩帶人用嘅，如果係要7批人要帶嘅嗬，按呢時間嚟講。唔知㗎，唔咩做同人生嘅，送去苦口嚇。好，所以講真實咧，有時間啦，嗬，我哋講保姆用嘅時間，係
反而我前讲的是讲，保姆有每日生意的吼，用眼神去找保姆啦，假如找到一个最好的保姆的时间啦，就放心的咩？问题是又冇用心，就是请冇又过行，安尼时间就两个人就冇互相心意的啦。我说讲起来，其实可以请适合自家嘅保姆吼，唔係講係嘅你去看比如講你下保姆有很多的分類嘛，比如24點鐘嘅一種，還有白天的臨時嘅半夜的不頭的假日的，我說你要看你嘅需求係樣嘅，去請真件請適合你嘅方式，按樣來，唔講我知道吼，愛請到自己很新穎嘅保姆係冇按改，冇簡單，嚇，你愛真件可以了解，唔過又要請到做得來分享，每年下嘅都帶新人吼，佢一出世，我希講你真件冇法度自家來吐新人，我佢乜嘅時間開始係給保姆帶較好嘅時間。挺好，俺那保姆啊，全部安尼啦，就滿月的時節啦，讓送本保姆帶啦。滿月的時間，對滿月啊，跟家個導出來呢，就你做嘢的呀，做嘢的就請人哋做嘢的保姆來錄卡。弄擺時間啊，你做嘢的就錄卡人來同人做聽書，然後有啲行業呢就葉子保姆，就來錄卡做同人做嘢的，就本來生，又囤積又吐生人呢，以為就去做葉子中心做咩？這葉子中心做的時間，生人就去葉子中心的咩？所以就一般啦，然後就滿月。之後，做都3、4、歲，差唔多3、4個度啦，3、4個度嗬，3、4個有可能就去上課係冇，做啦，去幼兒園啦。佢說其實，佢說雖然係講你真正愛請嘅保姆嘅時間嗬，真正冇法度去家來吐生人嘅時間，其實你就做得滿月到3歲安樣嘅時間，因為有青島嘅媽媽會知道講吼，我係講講生人吼，我係講要投入，我先傾一下，因為記得講3歲以前吼，一起家吐較好，你做得老生有親好嘅互動嘛，哦，咁你觀念就幾好啦。用講我先講啊，用講啊，做嘢的時節啦，做嘢的時節，生人會講我身邊，因為經常會講人因為母奶幾好咩？生人喺身邊的時節啦，生人哭啊，會催奶啊，要因生咩？你的乳汁會過多啊，安尼，其實伊啲原因啦，天醫就講啊，你就可以同生人個接觸咩？所以就是說，我哋就會注重講啊，滿月樣出去嘅原因安尼啦，天醫點唔就對佢講，生人嚟吼，當然出嚟帶個好啊，係啊，要放心，錯冇？錯啊，我做個我哋錄卡好啦，做我哋錄卡生人嚟，我孫嚟啦，我孫嚟，做我都同我妹講，我請醫院假做我妹請2年嘅醫院假，我生落我要對不一講啊，阿姨講好要搶1年，所以3年3年醫院假，當然人可能做老師個方便啦，我意思就講我對生人講嘅就係咧，因為唔會輕鬆欣賞你嘅生人嘅成長，佢冇相同嘅心情咧。我按叫上班上我聽到會是過去要吐生人，你就聽到會是生人就會煩嘅咧。但係這是理想狀態啦。冇法度啦。大家而家現在冇強用啦，因為有些人會知道講，我應該上班，我存錢啊，希望我冇錢嗰啲學生人嘅講係咁講。如果有些人佢會知道講，我會請假、請育嬰假也好，也係其他嘅方式，因為生人3歲以前，你要陪年紀強下來睇。不過真正係個冇法度嗬，也有托嬰中心，從冇一下托嬰中心也係做到挺好啊。又見過嗬，見最好投入啊，而且可能嗬未來啦嗬，可能嗬嘅托嬰中心要喺嗰度，從去年嘅呀嗬，全省嘅安尼托嬰中心加1000人間咯，按原因就樣咯，就見講當然頭都唔會講啊，嘅保姆都加門關呢度係咩？可能唔到地步，保姆要應講啊，嗬，講
家长啊吼，要请的时间，错，就讲爱去托婴中心咩吼，看得到的吼，又过多营养的安尼，错，就。但你啦，凭良心讲啦，吼，就爱咩讲啊？因为爱职务的关系，讲爱这保姆团体咩呢？就讲啊吼，因为爱对生人的发展来讲的时间，生人是在最后的6岁以内的时间，其实就开始带去家庭环境过好啦。你看哦，虽然讲你嘅了解吼，太子吼，佢喺做保姆按样嘅条路，也係講要按样嘅協進費講。公益協進費按樣這種嘅成分，唔講而係喺錢鼓勵，喺講做得媽媽行喺2歲3歲以前行喺自家圖較好，要做得老細人嘅培養感情，係唔講每一下吼保姆吼以前吼大家嘅觀念就係保姆就會吐細人嘅，以後嘅時間本其實做得脾氣高一下嘅，希望就衰莫，藝師都嘅節目底度吼同大家來分享，就係藝個個嘅細人嘅講因為嗰種是真嘅喺做生意，那做生意嘅人親無限，故作嘅細人就變嗰個所以講喺托嬰中心嗰樣嘅地方啊，故作嘅一個保姆吼吐千多嘅細人嘅，特別去看佢，特別對佢衰莫。永遠都得睡嘛，有可能哦，有可能也唔是看高佢啲教啊，一看吼，個尿布吼都會冇彎嚟都很濕，就你就開始唔放心。唔過按樣發展下來就會知道講，係喺自家嘅爸爸媽媽圖也好，唔過有真嘅有些爸爸媽媽也冇按樣嘅能力，也係講係啲條件也冇法圖，到底嘅保姆嘅條路內容到底係做乜嘅呢？我先回答，唔講頭都講嘅托嬰中心同保姆嘅差別啦，吼，因為托嬰中心啊，就帶嗰條聲音嚟咩，吼，假如關於感染嘅時節啦，聲音就集體感染咧，吼，因為就是說，就家長唔放心咩，所以見講政府提高到嘅公共托嬰中心啊，又過縮安尼咩，吼，但係就是說，有問題啦，吼，保姆又有保姆的問題，所以就但那個回歸講，頭都講安尼照顧生人來講，說真的，托嬰中心同保姆相同，保育養育顧顧好來，那至於說教育的部分，唔是關鍵啦，教育實在是以俺的保姆工作內容，今仔因為有上課咩，有上課也有規定哦，今仔你會有簽合約書咩，合約書底尾咪有寫講，保姆的真嘅照顧做乜嘅工作，總會有寫過清楚哦，但係其中有條2歲以後嘅時節啦，就比較注重教育，那你假如用嘅政府嘅人的範本。企業出的範本來看，1歲2歲時節比較注重的是保育跟養育，2歲以上做教育，所以我講教育我要，有嘛哈，錯到哈，就發地度嘅規矩，對，生活自理啦，就做對咧，其實生人公司才發就教就好嘅啊，係冇教啊快樂，係啊，教到快樂輕鬆成長，而啲有聽懂而咪講，你同係推生人，係唔係做啲教佢以下英文啊，做啲教佢創國嘅冇，做啲教佢啱嘅同事冇，有冇？係啊，其實公司才發生意按寫嘅，佢都嘅片做啲安全，做啲教，按樣子真好嘅。但係講教吼，嘛唔係講做唔得啦。總嚟講，我哋都較生人嚟啊，吼，做安尼啊，我做推廣客家，我先生都推廣河洛話，用就做得咧啊。係爸也沒有推廣建議咩？吼，生意談嘅什麼？關於談嘅是他們是有啲環境啦，吼，以資源就會沒有，但係有一啲理論基礎啦。有啲理論基礎就是講，生人嚟吼，因為搞過多東西啊，且因為刺激很多的東西在腦裡面，長大了以後也都會連結。我講嘅那個本那個，原因，我哋3歲生人就講，問我細佬問我講，你會識本冇？我講我會識呢，因為阿爸阿妹唔會識啦，吼，我哋說，快識咩？我講，就做唔得做假，講有啦，吼，安尼，就問佢講。
是安尼剃头的时间，剪头呢毛的时间，神来讲错，伊剪头那毛的时间够少啊，2张去剪一次呢，吼，来讲错嘿，伊讲哦没啦，俺每一件事情啦，吼，就唔要剪头那毛，来讲按用每样事情咯，吼，伊讲安尼啊，俺早晨都带生意去安尼公园行的时间啦，生意就每伊啊讲啊，爸爸，给阿公啊，吼，用毛是冰淇淋啊，你啲意思嘛？就我剪头那毛嘅时间有吃饼，错，给阿公啊，你就爱吃，安尼咩食饼咩？系错啊，所以呀延伸出来就讲，像到东西啊，吼，3岁以内啊，可能头壳底部有空块的东西那边，以后从长大时间，也就会做连接。冇错，好习惯、坏习惯，全块就会做连接。就会一种嘅学习吼，真嘅系。唐以来吼，你个刘太姐要动到家己嘅做啲老大家嚟分享吼，大家先聊下，等下陣陣來。家下吼太子有講到像迄個而家孫迄個就娘奶嘅，也係妹嘅，轉嚟就問講，個媽媽佢係咪有失病？錯吧。其實你冇想到，佢神發底度其實佢青島嘅東西佢自家會學習。其實你唔係正經，我去教佢講，哇，學英文也係用嘅，然後用嘅。其實就2歲以前係去知道本佢教安樣去重要。像係有青島嘅幼兒園有機園底度。你知道這個青色嘅聲音去上課嘅時節就會教英文啊，嘅聲音轉譯嘅時節就會讀又會看書嘅。結果呢有按樣有嘅朋友佢嘅聲音就去到按樣嘅幼稚園底度結果轉來嘅時爸爸不高興，佢知道講我嘅聲音按時就會教就做得嚟。佢說一張嘅2張嘅過後佢就講冇去嗰間幼兒園了，他就換了一間輕便宜，給一張嘅幾百塊而已，因為係公立的。不過個聲音嘅早晨去做埋嚟就試下點心過後做埋間呢，就去個學校有冇看昆蟲嘅，看這個樹，然後呢這個種嚟嘅時節咧是過後做水動豬水過後咧就這個是點心，所以轉掉。不過佢知道按樣清好，因為佢知道按樣才適合生意嘅發展。不過就是呼籲下，太子講嘅，其實2歲以前就得教佢用嘅來生活自理，然後學鳥啊，也用嘅，做乜你會怎麼樣標東西啊，拿過來啊，也跟其他嘅生意互動，按樣去輕鬆嘅。實在講就係咁啦。2歲以內啊，我會問保姆真係見啲保姆佢專業呢，伊也唔會比托嬰中心個差，伊嘅專業都唔會比個差。安樣唔係，啲保姆啊，伊個第一個東西，所以講唔見先見睇下，已經將好行嘅咩？好行嘅時間，站起來啊！站起來時間，所以講我就問伊啲問題啦，我從問人講，我請人好站起來時間啦，人家做嘅，你都看我有做嘅咩？人家做嘅啊，搬就是客廳那用個茶几啊，人家搬出去也空下這邊，搬來空，就搬出去唔可能想講，我就因為已經可能爬，我會被個看一些個安全一些，所以。但係以前人就站起來咩時間，人家搬出去嘅時間，你就冇不一嘅環境咩？你就不下一階段成長嘅環境，你就不要走嘅框下去，就會站起來咩？所以俺哋講嘅是說保姆啊。第一個東西，如果我對生人嘅照顧已經發展到啲都也只都只咩？我不如買個環境咧，買個東西，我對教買個東西，像生人咧，阿哥帶子，個一個人會便宜去只咩？爬去只咩拿東西咩？你就做得個原是空嘅一個東西啊，就爬去啊咧咩？所以。保姆嘅第一種東西啦，第一種東西嘅時間，出段生嘢了啊。所以我人類讀書嘅時間，我都對人講啊，你對好物嘅東西啊，好幼稚啊，
嘿，就是有这种就蹲，那就蹲下来啊，然后腿筋高，啊高的时间，身体会快乐，啊会快乐的时间哦，他脑里面啊就会快乐的很快乐的运转，有研究报告啊，会快乐会身体的臀的，如果爱关就后嘛的身体的，两个成长出来的时间，也身体的呀，发展力、创造力看啦。错，嘿唔嘿？嘿咩，错啊嘿，所以保姆的工作哦，讲啊就，低用来同生意高啊，真快乐安安容尼，易，爱看吼，个太子讲啊，真经知道你迄专业嘅保姆的保姆，因为讲，因为吼爱看哦，个以前可能个青岛嘅老人家吐生意嘅，真经就会吐生意嘅，哦，做唔得本地跌倒，哦，做唔得疏松啊，都是有嘅时节就吃东西啊，当然也系本地。高啦，不过个太极有讲到重点呢，就是你会了解1个月、6张页、3张页、4张页、5、6、7、8、9、10，佢嘅发展嘅改团很用嘅，你不要去阻止它，你会站，你就会本地站，你总不能讲啊，你会疏松，不说你本地一个空间，你得爬，其实你想要学站嘅点动。某按钮可以反应做得起来，这个就真的，一般人唔会按钮，一般你就会清报腹肌啊，哈，嘿啊，按头头有讲老一辈的出生营的时间哦，有咧，弄迄个有诶好生诶吼，哦，过样你讲哦，还没人讲年代一到生营一开始就会学鸟啊，系，可以学鸟啊，哦，会讲哦，我两个月咯。哦，因为他作业之初对个洗，就跟洗尿啊，来讲，哦，错啦，你贵有成就感啊，讲啊那个，但是对爱人的安尼专业来讲的时间，太早的时间是做唔得的，因为做唔得，你嘛，生意膀胱啊，你就唔见成熟没，哎，没成熟的时间，你都对的，啊，伊就急啊，伊用啊急一点2点出来啊，吼，啊，无恁老人家就应讲的咩，伊就急。但你安尼要滴哦，研究发现呐，安尼时间也要对生人来讲是唔好的。哎呦，呀，还真劲迄无通讲呢。系啊，都一边从我讲哦，对，真是很骄傲哦。哎，俺安尼讲的时间就是说，有时间哈，错误的观念，当下过后，也有生人太时间啊。cái mỗi hai問題吼，一般人講嘅以前嘅人吐生型嘅時間，嘅吃生型嘅吃東西嘅時間，唔係因為吼嘅可能嘅聽社會係用嘅，也係有乜嘅問題嘅，太以為變到嘅嘴度，悄悄本意，嗰種是真經青島愛用嘅情形哦，迄個愛滿愛嘅哥哥，也滿愛嘅也係乜嘅親戚，不會是啦，因為從細就會愛用嘅，唔過呀。真嘅，唔過也還有青島嘅後生人，佢講講生型嘅，佢都保姆機，佢講看到保姆愛用手機，都可能會嚇到。哦，咩嚇到？我種本土嘅。哎呦，迄做唔得咧，做唔得，因為就是衛生嘛，衛生的基本概念嘛，嘿，所以呢講嘅時間就是說，給你保姆吼，用一啲嚟傷口啦，專業啦吼，主要呢就是有幾多專業，幾專業會改啦，嘿，所以我見咩講保姆就要考證照啦，吼，乜個東西，就主要就講觀念，要有正確的觀念，好，所以你搞有一跟乜個講絕對都對，跟絕對都錯嘛，冇呢，其實冇聽錯嘅方法，真嘅係看大家你嘅需求係乜嘅，有一些家長就會知道講，你冇按做教嘅生意，我生意來教就好嘅，你冇本佢結到就做得嚟，我做得自己當你嘅發展很用嘅，你知啦咧，佢說你還要請到你自己適合的，然後你觀念也係價值觀強用嘅，就用係最好的，做這樣講呀，最重要，我講呢個例子嚟講嘛，嗬，我講我從頭問啊，問講啊，唔識做嘢嘅時間啦，識。母奶的生意呢？對，給母奶，愛喝開水嘛？奶就唔得了，所以哦，你母奶時間啦，總係你好上嘅差唔多50個禮拜，有差唔多一般講20，因為一般更比較好。好，我講用凸顯這個教養觀哦，真是歸創業啦，那就有啲學生嘅全部眼嘅問題啦。講真有那麼重要嗎？一定要有正確的答案嗎？如果一定愛同呀教養觀延伸埋嘅問題點啊？伊講佢打迄個咩啊簡用啊，佢同籃球啊做嘢咧咩？做嘢嘅時簡用都講愛喝開水啊，係籃球講唔做唔得，
做唔得，嘿做啊吼，啊甲安娘就安尼讲啊，伊讲。我呀吼，我生意呢很省时间，我吼我就穷啊是安尼呐，吼啊我要不啉过好开水啊吼，啊今仔我生意看安泰啊，安泰啊，安有收，安有财钱，安有财钱，啊还不有句话，你看那个土啊吼，按强卡好老话讲，按强卡的新妇啊，安用个婆媳问题就出来咧。对吼，啊伊安尼讲咩吼，安尼伊就安尼讲吼，废话咩吼。心球啊，无得弄咧，伊嘛心球就安尼讲啊，伊讲啊，唔知啦，无读书啦。哦，唔前迄啦，嘿，种嘿。其就讲嘅，安尼心安尼今年咧家用无读书。对，啊，家弄呢，过委屈啊，家就囤作业的咧，你就安尼种嘛吼，你就打电话本来学生就杨某嘢咩吼，提供一件事情，杨某呀就打电话本来露台啊，我打露台讲啊，这心球啊，你妈呀，咩咯妈按认真囤人作业的吼，啊你安尼按不好安尼，呀露台都讲啊。啊，安尼卢卡事情唔是唔干啦，安尼事情就太跳啊，真复杂。做爱吃啦，唔是爱啉啊，唔啉啊，就讲安尼啦。就喝开水听听嘛。对啦，按细细个问题，唔讲脑都按太胖。系啊，我一天都有题答案啊，我对讲几简单啦，是人家用唔错，唔错爱怎样的嘛，因为上6节课。伊冇来读书啦，伊讲说来读书的时间，我会对伊讲，教养观冇一天的错还是冇错，方法冇相同。我讲中意咧啉呀水就错的啦。假使讲假用讲啊话吼，我比啉水啊吼，因为去漱口，做得冇？做得。好，伊个安尼嘴唇啊，安尼干干的啊，做得冇？做，一系列嘛，一系列，安尼啊，做得嘛，做的，一系列，我的观点就来讲，俺呢本意一系列，没像人家红中秋有没有？是，安尼对前你都准备过那些咩？俺呢不是一天是一系列嘛？好，安尼就做得了没有？假如讲行不讲啊，做妈妈做唔得咯，哦，唔是啊，因为医院啊，哈讲。醫生講唔是啊，人母奶奶地杯啊，有可以多人的菌，水分咧，唔是，哦啊，所以呢，可能用有對清潔口腔咩？啊，媽媽唔是吼，做唔係會講。古時候嘅太子講吼，講呀，大家有糖醇啊，其實係溝通嘅問題啦，其實係溝通嘅問題。有一點，就講呀。喝不喝開水這個教養觀，很多的教養觀傳統，沒有絕對的對跟唔錯，沒有這樣，只是方法不一樣，是差一點點。就做一件事情，唔好對開到生人嘅生病，哦，開到生人嘅用嘅，是單用嘅，按你出嚴重嘅，加速唔咩時間，好，啊就方法冇相同啦。有時人講，將埋老人家講，哎，不是實在呢種愛改，呢種就會改，因為呢種冇衛生，呢個唔係講真明顯嘅，即係教育嘅觀點冇溝通，佢就太假錯下來，溝通一下就做得咧。啊，有方法冇？有，你像見用剪刀咩？弄牌子個冇剪刀，較冇咁方便咩？佢買嗰度剪刀啊，剪下就好咩？好啊，老人家牙齒又會夠好，肯定好安尼好誒，懂啦。所以就是說，就按你講，衍生出來教養觀啊，就做溝通啦。真嘅吼，其實因為土生嘢講實在講實在唔係按改啊，唔係按簡單哦。其實講土生嘢會聽輕聽改吼，嘅冇土過生嘢可能冇了解吼，我土過生嘢真係按用嘅感受吼。唔過簡單講起來，其實就係同大家講，其實。太子講嘅重點就係而嘅土生人吼嘅方法有千多，唔係聽咗講按樣就係錯，按樣就係唔錯。其實係應用嘅同而嘅保姆來溝通，係講而係媽媽土生人就用嘅同媽媽來溝通，係講係老輩嘅保姆土生人用嘅同保姆來溝通。嘅太子吼嘅因為吼經驗真豐富吼，故事吼嘅故事吼色彩係千多。唔講係我談故事吼，大家吼係去聊下、飲下茶、等下轉來談故事。
好，给下堂太子有讲到像沟通是轻重要嘅，不过也系讲你同自家嘅爸爸妈妈沟通嘅方式，你要同伊讲，其实做得10岁，做唔得10岁有唔同嘅讲法，不过其实严格讲起来，严格讲起来。其实沟通的方式有青岛，比如讲像宝宝日志，有冇爱日志，就奇怪嘅乜嘅東西我來分享一下有一班同學嘅生日嘅時候，同學講電話嘛，佢講你點麼見本日嘅琪琪係佢嘅生日，咁琪琪見本日嘅日子地度給欣賞一下下豬頭3點鐘嘅時間，嘅四個顏色係粉紅色、紅色嘅。佢講昨天去伊個木下係唔係是青島嘅乜嘅東西啊？講係啊，佢做本日來鴉片，佢講佢會是個紅色的那個粉色嘅火龍果佢是佢一口，還要第2口、第3口。我說結果那個整盤的火龍果，也就是它的。我說我那時候很驚訝，因為我知道講，哇哦，呀個寶寶日記下豬頭3點鐘，身影4個顏色係粉色的。然後呢，那個欣賞會貼一個小紙條，問給媽媽，媽媽，個琪琪碟木下係唔係有什麼個東西？比如說佢嘅4個顏色係按樣嘅，所以其實也有青島嘅按樣嘅托嬰中心，也係講按樣青島就是專門圖聲音嘅，其實按樣嘅東西已經做得很周延了。吼，像今啊，我哋像我哋些輔導保姆嘅時間，我哋推廣一天都寫，叫做寶寶日誌，一天都寫，但係囡仔因為佢唔講頭都講過作業，一種從佢知識啦，就伊所以到牛奶啦，啲多點色啦，然後從佢有寫過清楚但係最重要嘅就大下有一些要寫字啦像按用嘅便條紙有冇？對，要寫，但係下面咧，也便條紙好處用嘅嘛，嚟見，因為我也看到新應用嘅，我講記唔得咩？我將我也寫時間都條俾也教育嘅，安尼係，所以我哋講溝通嘅時間用講嘅以外呀，可以在做你的用寫，寫嘅時間又可以用善用那種便條紙，那種寫法，安尼時間啦溝通就雙管啦。但係我講真是的啦，假如講迄個有時間的時間，有嘅時間是真是講唔同啦。所以講唔同，做，所以我頭都講嘅話先保姆嘅時間。教養觀大家要先聚焦，就叫那種觀念過清楚嗌用單聲音嘅用圖聲音嘅唔要感覺到用嘅知道兩種親契合，你嘅想法同我嘅想法親接近嘅時間，大家就覺得哇，你信任我，我信任你，你信任我。跟你係按樣想，我咪係按樣想，按樣就清楚嘅溝通。錯啦，嗱先講好來，講兩個有緣，見到我前面呢保姆家長經過度資訊呢，伊講伊做另外常常講嘅家長可能拿20-30個安尼名單伊對，一條拿蘑菇蟲呀，有花種嘅竹嘛個sản物安尼用，一啲先來最後先也咁樣最後某一天，先來已經發了，弄故意就全部就唔掉先來摘嘅啦，最後先嘅就有緣呢，有緣真勁係，做啦係，但係就是說講就講但係先嘅時間有一些條件啦，嘅當然，對，從啦係，所以我哋頭都講嘅是教養觀不相同，但係唔相同有那教養觀底杯都先講好以後就溝通一下大概下把電話溝通也是一個工具嘅啦，媽媽也安心，係啦，做啦係，講係講先嘅時間，從講去保姆度卡。看環境啊！有日本東西就係了解基本嘅帶來嘅大家要看一下，我知道講哇，一下真勁嘅一線嘅保姆環境輕重要，環境輕重要。比如講大家有分享青島嘅圖唔知大家有幾時看到嘛？就係比如講而家。天奶係用嚟嘅天奶，係唔係？而家碰釘係用嚟嘅碰釘，佢就會清了嘅環境係咪清強啲？環境清強啲係清
明亮哦，这种都很重要。不然讲像家中的楼梯有没有哈？还有讲小朋友啊，有没有给爬给楼梯给时间，黑没有没有个安全的措施？所以这就是环境给选择。从来嘿有点哦，像俺头都讲啊，哦，伊可能天内有仆人呢，一个书楼店，那个呢吼有仆没吼，但呢有一个个案哦，那前年的嘛，前年的，嘛过年的时间。有啲生人咧吼，安尼唔拄好，安尼保姆啊，男生人咧，男的生人咧跌啦安尼地方啊吼，生人咧里面就那是1礼拜嘛，生人就冇下来吼。那恁讲嘅个案的时节就讲哦，伊有铺冇有啊，但系踢破啊，错吼还有就人哋讲啊，里面有感觉讲生安尼有保姆啊，过年的时节啦，去安尼打扫啊，打扫去虫诶，咪嗰舔诶，嗰舔头属于无力，就男生人诶，唔多跌下伊，反正有踢碰咪生意赚。天内铺嘅圆嘅书楼店太薄了，嘿，错啊，所以也生意咧出两个问题，一个叫环境。冇安全，第二就照护行为，照顾保护的行为，所以我哋看生意的时间，看去选保姆的时间，2点钟去看啦。看生意呢，就是说看他的环境，我哋有安尼新手父母啊，座谈会也好，运动的，我觉得你父母讲quite简单啦，你去看的时间，第一你先做功课，先讲用的环境是我本身你的成长的环境，一类，第二你就蹲下来，差不多100公分，你先行一圈，所以呢行去行过来，差不多1点钟，用的爱慢呀，所以你就安尼啊，行下这边。冇高，行呀，做就安尼吼，就安尼行去行过来安尼吼，也安尼保姆。有法度讲出来讲啊吼，种也比啊，种也比啊，讲啊也教育我做嘛个东西喏，一定有呀，我比教的问题嘛，我比用教的吼，也讲要保姆，要冇安全呢，一答不出来呀，就可冇些呢，那这样子就是对保姆对他的专业知识，也照顾行为，也专业能力冇拉白。故说其实谈起来吼，其实保姆嘅经验。不是代表一切，俺意思，比如讲，去读3年、读20年诶，不过黑讲有青岛嘅底色，就像大姐讲了，一些保姆有嘅底色，黑讲没有具备，其实经验也不代表绝对值，做得很高，改变哈，也有青岛嘅保姆青后上呢。青后上，不过佢青位照顾生意嘅，有青岛嘅专业嘅底色，佢要写宝宝日记，有冇？也是迄个写，俺哋经常俺哋保姆业务的时间，跟俺哋睇咧每日都写呀，宝宝日志一段时间做一个宝宝成长记事，就讲生意呢，已经3年咧，我做嘛嘅，用诶，做，呀，按用谈起来啊，就讲刘姐讲诶，其实经验唔系绝对值，经验当然系轻重要，因为青岛嘅青岛嘅事情，青岛嘅底色系经验累积嘅也系当然，唔过吼，故所以就讲到保姆嘅资格诶，保姆嘅资格有冇呀？做咧像去考证照有冇？有冇呀？嘅保姆嘛，吼，青岛你要会去考按样嘅证照，就像刘姐讲按样有专业嘅底色，可能佢青后上，佢也唔係講青岛人嘅土生人嘅經驗，唔過而比佢有學習，也還是會很重視保姆嘅資格。所以研究安尼沒有，有研究咧，安尼做研究啦，吼，安尼是家長啦，吼，差不多10年前。我先你的保姆啊，也是口碑，口碑挺良善會好，嘿，錯嘿，
嘿，啊，今后改编的呢，今后保姆家中啊，我请的就讲，有你呢送过科，哦，啊有证照，哦，这反而是他们的比较要的选项呀，系安样，很多种嘿，啊，主要就样的嘛吼，我讲像那个给老保姆啊吼，就弄摆资深的保姆啊，像因来送人的送课的，哦，他感觉个人无相同的呀，有几多东西爱开始爱改变，嘿，爱进步，嘿，我们看啥弄摆俺们土生人的世界啦，我讲土生人的时呢，啊，就你谁钱抢的就好的咩？嘿，基本讲拜托一下嘅，土生人土是高嘅啊，20年了哦，还有乜问题？哎呀，现在这个啊，金融有考试呢，就安尼，真不用讲，今后我做保姆啊。我哋103年就经验，12年以後啊，我做保姆啊，冇資格做唔到做咧。哦，你要有專業嘅證照，哦，係做保姆。應該安尼啦，伊愛你的登記，我有像你的水天啊，沒有登記，有嘛？有登記證啊，啊，我拿個登記證的時間，你就要有安尼條件，什麼條件啦？吼，就係你做你的幼保相關科系，就我哋好講嘅學生嘅啊，吼，嘅幼保相關科系啦，吼，啊，天夜就送126點鐘嘅訓練嘅課程，係錯係，啊，第三個就證照，好，我嘅錯係，我嘅3樣裡面的其中一項。就在有資格去登記啊，好啊，登記有個登記證啊，你樣做得做保姆，好，所以政府已經朝慢慢用推動哦，唔係像以前哦，哇，個級別個棒嘅哦，哇，成為土生人哦，還有個03成為土生人就醫，其實吼也係慢慢改變。公司採訪啊，也係青島嘅爸爸媽媽嘅需求也冇共用嘅。唔過我基本嘅情況係我嘅太子講到青島嘅故事吼，係睇希望大家了解一下，等下咧咱轉來大嘴鼓。基本嘢吼，太子吼唔同嘅作檔，按到嘅目標嘅色，吼佢生意搞嘅玩具係冇。做啊，係啊，也東西又幾普遍啦吼。啊，一般保姆啊吼，我呢，我就講專業就講，我做嘢我本身也教，吼，我有目的啦。我見到訓練也數字頭，我訓練也專注力，也做幾好玩具咩？吼，安尼吼，就安尼，你生意就安尼，推高咩，搞幾快樂咩吼。但係吼就穿起來吼，佢雖然佢簡單，只料，但係生意就搞啊聰明，搞啊快樂咩吼。但係我咩講嘢喲，一種東西。貴又環保，啊，不要買給對面的呀，哦，給東西啊，生意又偷啊，吼，這在俺哋呢，吼，可以去甲做啦，哦，去甲做，嘿，做啦，嘿，生意只，你阿媽同就滑鼠店咩，哦，唔係滑鼠店，迄個冇愛嘅東西啦，冇愛嘅用過嘅，嘿，啊，我對剪，我係這一行，生意過太時節啦，吼，我都剪過，過細時節剪過太行嘅些，生意過細時節，過太時節剪過太行嘅，你講目前相同。有嘛？安尼咩想同穿數字咩？穿線咩？吼好，也一個，你講呐，我剪啊，也乜嘅，菱形咩？又會又可以順便搞菱形嘅，種嘿吼，所以我講嘅是隨手啊吼，我能夠用到卡東西出團成嘅料啦，吼，你講種嘢嗰種氣球用嘅咩？吼，你講嘅氣啊，嘅氣球，你做啊，係啊，我會搞埋，我會搞一碼嘅東西，我啲。好，來講。馬甲色，錯，係過來，黃色，好，聽嘢遊戲，唔知。好，來講，係，唔好看人了，但你愛講嘅啦吼，要注意安全啦，還有生意太時間呀，人哋講，嗰人哋嘅生意咧吹氣球，其實人哋吹唔上嘛吼，其實你就買隻訓練口腔啊。所以安尼訓練時間也有口語會幾好，我安尼講嘅時間就講就是愛專業啦，專業講嘅安尼啦，唔係講我口碑幾好，賣幾有大生意，帶幾多生意啦，做唔係安尼啦，做啦，所以講你真是有資格，俺頭都講啊有資格，好，有資格的時間，你就可以加入現在叫個社區保姆系統，好，啊社區保姆系統也是政府嘅政策，而對年的90年的時間就可以去做嘅，所以我90年就可以是。
做呀。真嘅，我聽嘅了解按講，係要知道講，其實拄生人吼，本個生人教嘅唔係按改咧，唔係是教天啲教有目的，錯，吼，嘿，錯嘿，按來講吼。政府安尼推安尼吼10多年來嘅時節啦吼，主要就會講，你不斷安尼生人啊，過聰明啊，好啊，所以講資格，我講資格，我跟種社區保姆系統，就講啊，有資格，我哋都講嘅三個條件啦吼，三個條件，有嘅時節可以做加入你們的社區保姆系統，那唔嘅社區保姆系統呢，我哋會在職訓練，好，你就會壓到東西就會應教，就會嘅。係錯係嗬所以以後呢，唔知但係我講嘅是社區保姆系統哦，好，但係政府是103年12月1號哦，唔係社區保姆系統哦，你就冇揀一片，你就突生你嘅時間就犯法哦。哇，天洋葱誒，係啊，唔夠嗬，要多再嚟講啦嗬，唔僅加數本系統保姆，要加入社區保姆系統，都等於講一保姆願意本人嘅系統，政府來輔導嘅亞種保姆啊嗬，你看啦，以後還有托育補助，我頭都唔係講三個條件啦，一咧就你呢幼保相關科系，天一就你呢那個雙科，也兩種做得加入去嘛，加入去嘅時間也托育補助2000元起跳，證照係3000。一張嘢啦，其實我聽起來就知道講，亞嘅人哦，要青島吼，係講像多元做事嘅方式嘅時間吼，平常餐做得去做保姆吼。不過其實我同意嚟啊，一開始你講到青島係家長嘅需求很用嘅，家長嘅要求很用嘅，希望講保姆輕專呀。唔過哦，其實保姆也是要被保障的，從冇工作行係簽嘅契約。係點講啊？就是契約啊，可以簽啦，但係用嘅簽啊，蠻鬼難啦。但是我講嘅事情哦，契約啊，最起碼它有文字係數嘛，所以加美給伊的第一層的文字保障嘛。但係有陣時間就改到安尼，我就講佢哋啲嚟講啦，有啲新人咧講啊，萬個日本那個本人咧呢個。同事兩個人去聊天啦，聊天的時間，同事嗰樣咧，伊講啊比如講係同講啊，講啊，我新人咧帶過嘅時間啦，講肛門痛啦，你就談到講，安尼可能性侵哦，你就打113啦，你就打113咩？113都社會局出來咩？出來知啦，就問新人咧新人就講啊，叔公摸摸。好，講安尼談一段時間，佢出安尼性侵咩有問題咩？事實最後的真相是點樣？因為新人咩講搞有屙尿咩？屙尿唔係要腿擦咩？擦屁股。係啊，做師傅嘅。錯係，個叔公啊，個是過優秀嘅呢，公務員呢退休嘅呢，唔係講公務員就過嘅，就講係講伊是安尼水準有對，但所以有件事情啊，本人兩個人就唔獨生人嘅，過優秀嘅保姆呢，兩個夫因為也家帶也老公退休有聽書咩算過好嘅，但係也安尼。就歸委屈咩？最後真相也是這樣子啦，所以講真是的，一類嘅啦，有那個保姆同家長冇聲音，我知啊，聲音係拜六拜日啦，那個禮拜六禮拜天過夜咩？過夜時間禮拜帶過來嘅，而家啲嘢做人咧，帶去了嘅時帶過夜時間啦，講阿公阿媽要來啦，來去到家了都會對聲音嘅咩，嗰樣嘅咩，禮拜一到嘅時間啦，聲音做人哋精神冇用幾好咩，呢面嘅時間就聲音咧，呢度要講投入啊，有出現嚟啦，好。但係我一講嘅時候，最後啦，這是幾廿年前嘅事情，最後嘅時間，有事情都係是。禮拜六、禮拜日嘅時間，是都卡發生咧，也係保姆嗰邊發生嘅，唔啲嘛，你咪這個就雖然你咪就阿姨嘅就會受傷嘅問題嘛，因為訴訟嘅歸屬責任歸屬嘅問題就係你咪就是說，假如講家長會過嘅時間，就會就訴訟嘛，就會司法嘛，我講嘅是從。
反正两个人敢说某性敏感的时间就会有危险，就会有争议啦。啊，争议就会到司法，司法就会有真相啦，就安尼啦。所以，就一个基础出来用的，就会就讲两个人啊吼，第一个是线的时间，我显得好信任的，中间两人沟通。事情要讲清楚，就会按样人事情讲清楚。还有唔讲嘅大家企業講實在話，企業會防君子不防小人。我說其實講來講去，很係一種講，其實大家嘅性命，總體所有嘅責任都是父母的責任，對不對？按用講起來，其實我會知道講唐這個劉姐按講，我會知道其實係講而係一個專業嘅保姆，係講真嘅有遇到讀到乜嘅問題你就要老實青老實同媽媽講，還有佢真係跌倒，你就講佢跌倒；佢真係門內掉到，你就講佢門內掉到。佢講個樹某聲音很容易拗到，你要講，因為你跟他建立一個互信的基礎溝通，其實有傾到嘅事情，大家就會真的會很信任，就唔會像而家講嘅個頭拿喺講出現，到底係。cái保姆做嚟講cái專業嘅事情係冇啲，佢冇聽到佢專業嘅事跌到佢磕到條人係冇看到佢說其實簡單講起來就係你講嘅，你請到適合自家嘅保姆你信任他佢信任你兩個人好好來溝通教養觀有冇嘅教養嘅觀念很接近，你就親和。所以頭都講人講教養觀啦，父母要學習咩？但係有時間的時間，唔對資訊起來講咩？所以網絡有幾多資訊咧？係啊，見長會所以見長會好上嘅咩？會上網見政府真係該抓該好嘅。政府有啲全國保姆登記網資訊網啦嗰地步就頭都講社區保姆系統嘅保姆因全國有干呢啲時間啦，我哋就會對電機資料全會寫單稿，寫單稿嘅時間迄個家中要請保姆嘅時間點，幾簡單點咩我知道這邊哪個縣市那就點我你是頭位按不頭位點，就保姆就會走出來也是以後啦，就建築傳統嘅見家中要請保姆。佢對啊並唔淺聽呢點就講，我講教養觀好好跟住地步網站有個地方，對青島嘅底色，錯跟住有就天使就是說將人哋亞種天使佢正面來看，其他嘅嗰種唔好看，唔好看嗰種東西就你呢就推看亞種係講網絡嘅資訊地步就有個度講生意嘅照顧嘢發展頭都唔係講發展咩？遊戲嗰樣做。環境應用嘅安全，我亞到東西就可以去網絡上做功課啦。做功課。嗰時候基本嘅劉大姐就會同大家講拜託一下其實青島嘅底是要學習青島嘅事情要做功課希望而冇去做功課，也係冇去學習嘅時間，青島嘅東西也唔啲是自己的損失你希望真正你識聲音嘅，你為聲音好本來一個親好嘅保姆親好嘅環境嘅時間，按用大家聽錯努力去做功課當做的，希望要做得打電話問嘅劉大姐啦，做真是的，因為人哋鬧見講啫，人哋就說佢假如有人問，然後就幫助人，我幾好啊。哎呦，真好，因為基本應該同太子啊大嘴鼓，我嘅感覺就係哇，大姐認真型係親好，我看佢專業嘅第一是親友還有要真型係親友經驗嘅一個專業嘅人員做啲講到親好，因為還有上課嘛，我看你喺欣賞嘛，教書青島嘅人也會去嗰邊上課，做啲得到青島嘅東西，從而家教講嘅有冇嘅玩具做啲自己動手做，我就知道按用是親好嘅學習，因為你會同嘅青島嘅爸爸媽媽來講，生意教唔係是教定定，我去教係有目的嘅，像這就是基本嘅我唔啲鄉親朋友係感覺很容易，對我來講就是上了一堂課，青島嘅第一次，唔過行係同大家講，係講有乜嘅。啲嘅問題也好其實你哋用路有青島嘅資訊做得還有啦，每個地方有一個社區保姆系統，你就會打電話去問已經全國那個家長做得去問做得而家服務出來咧，因為政府本錢冇人咧就做下的事情啦。嗰時候
大家吼，迄个无去发现哦，很巴到讲哇，呀哈吼，按用嘅自信清唔啦，按用嘅专业嘅语言清唔啦，其实迄无呢，按用嘅专业语言其实迄青岛诶，自信迄青岛诶，就用台语讲诶哦，做地去有冇用路情青岛吼，唔过吼，呀哈吼节目吼时间高得请假吼，同个刘台子公发嘅时间吼1点钟，一下就高得咧吼，好最尾吼20秒嘅时间吼早个礼拜同乡亲朋友来讲其实呢学习。做功课请到适合自家嘅保姆係最重要嘅。故作基本嘅非常嘅感謝劉太子，安子謝哈，什麼嘢？還是希望講哦，大家生命啊，將會做到幾好啦。也係你嘅目的，也係你嘅目標。冇錯啦，提升托育品質，安尼社會要有期望。冇錯，本身嘅哈，今日真係係真歡喜做得同劉太子打嘴鼓，然後咧大家聊一下做運動了。